迎大家嚟到6日靜心之旅嘅第2日。今日同大家一齊透過靜觀練習，從自身出發，深入咁樣感受自己嘅情感、想法同埋身體感受。喺開始靜觀練習之前，選擇一個安靜嘅地方，讓自己感到舒服同舒適嘅。呢個地方遠離咗噪音同埋干擾，讓你可以專注喺自己嘅內在世界。可以選擇坐喺凳上或者地上都係可以嘅。然後保持身體嘅放鬆，將雙腳平放喺地面或者平面上，背部就貼喺牆上，雙手自然咁樣放喺膝蓋上，或者輕輕咁放喺腹部上。如果準備好嘅話，請你慢慢閉上眼睛，然後吸氣，感受空氣進入腹部，然後慢慢呼氣，釋放體內嘅緊張。吸氣，呼氣，吸氣，呼氣，讓自己逐漸放鬆身體。然後邀請你帶住覺察同埋好奇心，我哋一齊感受下身體各個部位：頭部、頸部、膊頭、手臂、腹部、大腿、小腿、腳掌。注意一下，有冇一啲地方你會覺得有緊繃或者唔舒服嘅情況？試下將注意力集中喺呢啲部位，感受一下呢啲部位係熱嘅、凍嘅、好重，抑或是好輕㗎。可能每一個人嘅感覺都唔同，無論身體而家有啲咩感覺，都冇啱同錯嘅。接下嚟，我哋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上，感受每一次吸氣同埋呼氣嘅過程。我哋可以默念吸氣同埋呼氣。喺呢一度，邀請你花幾秒鐘嘅時間去留意自己嘅呼吸，睇下當下嘅呼吸係深定淺，快定慢。無論係深定淺，快定慢，都係可以嘅。記住，我哋唔係想改變我哋呼吸嘅節奏，只係純粹想學習多啲留意佢，同埋同佢嘅連結。呼吸係冇啱定錯嘅。當你嘅思緒開始飄走嘅時候，注意呢啲想法嘅出現，但係唔需要評價或者批判佢哋嘅。想象一下，佢哋就好似雲朵咁，就讓佢哋飄過去，然後輕輕咁將注意力帶返喺呼吸上。如果靜觀嘅過程入邊出現咗情緒，試着去感受佢哋，無論係焦慮嘅、快樂定抑或悲傷嘅，讓自己完全經歷呢啲情緒，而唔需要逃避或者抑壓佢哋。根據自己嘅舒適程度，可以逐漸延長靜觀嘅時間。
逐漸延長到5至10分鐘或者更長都係可以嘅。喺結束靜觀練習之前，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喺周圍嘅環境入邊，感受一下身體同埋地面嘅接觸，聽一聽周圍嘅聲音，慢慢張開眼睛。感謝自己花時間進行靜觀練習，呢一個係對自己心靈嘅投放，同時可以嘗試將靜觀嘅意識帶入喺日常生活中，無論係工作、與人交談，抑或食飯，保持對當下嘅覺察。靜觀係一種持續嘅練習，我哋能夠更加深入認識自己。希望今日嘅靜心之旅能夠幫助你喺靜觀嘅旅程入邊揾到自己內心嘅平靜。重要嘅係，靜觀嘅過程唔係追求邊一種結果，而係一種同自己連結嘅方式。祝你喺靜觀入邊獲得更多嘅平靜同埋自我了解。